家人一个5岁查甫囡仔昨暗去互老爸用枕头挟死，警方调查发现讲，这个家庭翁某的关系长期有问题。台南新营有民众要起新厝，乌地基挡土壁无照起工作，造成厝边3层楼高的透天厝规栋倒去。罗西亚乌克兰要超停战，这阵罗西亚官方宣布普廷未亲身参加，美国总统川普嘛讲伊无要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家人一个5岁查甫囡仔，昨暗是去互伊的老爸用枕头挟死。警方调查就发现讲，这个家庭的翁仔某关系是长期拢有问题。家后申请保护令都也未过，这个嫌犯昨暗伫咧厝内啉酒就犯，想着讲家后要甲伊离婚，竟然就是动手甲伊的后生挟死。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儿子？是为了监护权吗？涉嫌用枕头挟死5岁后生的世界的爸爸无讲话，警方搁早扣案的枕头做证物到庭移送。警方调查嫌犯14带后生当于大所在啉酒了，想着太太要甲伊离婚，就将生气，竟然用枕头挟死后生。警方2点钟了后将伊抓到案。家人市长陈国良特别举行记者会，说明警方社工系统处理的情形。跟母亲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争执，那母亲因此有申请了保护令，但这个保护令呢，并非紧急保护令，所以到目前为止，法院仍没有核定下来。在整个离心之后，我们将依违反刑法的杀人罪来移送地检署来侦办。警方表示，翁某结婚6年，有一个5岁后生，因为生活观念落差大，一直冤家。暗过分居了后，也是和爸爸因探视后生。第4岁，因为嫌犯动手，太太第一摆通报家暴，申请保护令，却无出面做笔录，函送法院核定。5月初6，法院收受警方函送的案件，2日了后，法官定伫6月初6审理专案。母亲是表示呢，因为她已经全权委托律师，所以不希望我们社工这边继续的介入服务，但是我们还是持续的透过电话简讯，希望能够跟这个母亲保持联系。经过社会处了解了后，发现爸爸毋有虐待囡仔的记录，亲密关系量表的危险评估是中低危险。不过专家认为，议员爱注意向发生的危险。可能觉得说，这2个亲密关系的有状况的人已经分开了，好像暂时压力已经解除了，他还是处于一个就相当高压的状况。别忘了，这个中间就是还夹了一个孩子。那个触发点触发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受害的就是小朋友。专家建议，就算爹家关系亲密，也免轻视，尤其其他的支持系统也特别注意，及时报回，因为案例随时爆开，学校也要加一寡关注。若囡仔有异状，就要通报社工。记者综合报道。找非法集团做假病历闪做兵，这阵是已经查到120个人。这阵大家较关注的是，这寡假的病历到底是对一寡病院开出来的？目前3种北营、台大军病院拢发觉讲有去互证空芳。一寡闪做兵的人属接用的步数，就是讲家己血压反常。另外，这心脏病、健视、体重嘛，拢是真实上会看到的借口。这回出问题的听书是伫咧复检这坎，这阵就有人怀疑讲，因是请真正身体有状况的人代替因去检查。安尼个讲落，为怎样查对身份的时阵无发觉？所以讲，就有人怀疑讲，这体检的单位可能是有人放目，雕工动作无看到。做病情的越南体检，胃肝耳鼻喉，搁到心电图、内外科拢爱做，确保身体无问题。即卖的病液体位分做伤病液体位、替代液体位甲免疫体位3大项。即卖宣传出检验队查有闪病集团利用复检机会，伪造病历替人闪病。第一个呢，就是靠自己来嘛，就是把自己假装成说有一些病症在上面哈，然后已经到了免疫的体位，然后这样通关。第二个就是请枪手。那枪手可能有些是慢性的疾病。临床医师解释，常常看到闪病包含震动、减重，惊是阿姆茶拢是过去的手法，不过亲像阿姆茶较会被看破。即马定制作严重视力加深，2支目睭度数无同，高血压等。在心脏科的领域来说的话，如果遇到这么年轻又顽固型的高血压，其实要去考虑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发生。所以通常我们会对患者做更详细的检查、更精密的检查，去判定他是不是真的血压这么高。
原来商品集团利用复检规定，就算本来判定尚未液体位，若越南提出达改判体位标准的公司入医疗机构开的诊断证明，包含视力大幅度加签订轮搁一摆检查，初检复检之间就时间加工白情。我们不会直接用他这个病历就去做检查，而会再送医学中心。然后一男如果说体位本来他是常备兵要去当兵的，后来改成替代役体位或免役体位的话，按照规定的话，还要再送中央一男体位审查会去做审议。专家指出，为避免一时食药影响病疫复检爱大院。由公立病院负责亲像越南体检作业证书，要公告诈骗检备方法，是要动下手无真简单。以不法手段来逃避兵役的有120人，体位区分标准来做全面的修正，一共有193项。这个部分是由国防部军医局在主管。那么这193项，我们会逐项的来讨论。内政部强调，会制定更加完整的 SOP， 让病疫体检、复检作业过程更加严格公平。新北民政局表示，这波闪病集团的复检病院包含3种8型、大大甲军病院等，毋那伫8型，毋过爱搁等最后的调查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部的公安事故，台南新营有民众要起新的透天厝，乌地基挡土壁锁是无照起工作，造成这厝边3层楼啊悬的透天楼厝规栋倒去。也若是高雄是有大楼的建案，这水力空的空间啊，甲石头是对空中落落来，险啊去击到骑机车的民众。这2大工地拢去互罚9万，下令停工。关3层的透天楼厝相对下骹落落去，扫到内慢慢出去，无几秒规栋拢规个倒去，互附近的住户着青惊。那想要地动的土骹拢会震动。大地震过后都没事，然后就是他们昨天来开挖的时候，突然就倒塌了。起个厝变作废墟，互厝主一家伙仔拢真唔甘。代志发生的原因是隔壁当在起5楼透天厝的工地，14乌地基的时阵，隔壁厝是汹汹倒去。好甲在差不多有50年的这隔壁厝，因为伤旧无带人，才无造成伤亡。工务局顶单位15告场会勘了后，下令业者停工，照建筑罚9万。工地预计新建地上5层楼透天型住宅，昨天在施作基础开挖工程。因挡土措施未按图施作，导致泥丸倒塌。大钢也来处理这些行程啊，那个公安的我们先把它处理掉，剩下的我们有盖没盖都没所谓的了。这个台南新营仁爱道的公安意外，厝主会实地先落处理，为了进一步防范，工务局会来检查建案4块地下的厝。高雄嘛有公安事故，有骑奥多摆的执事经过民生1路一个建案的工地，差一点啊，互对天顶落落来的水力孔的空管啊牵着，伊个影片发起伫网络提起大家注意。我们有人是有出来处理，对，了解状况，就是这个盘下水力孔的网管。若是空管啊，嘛有其他民众讲，捌互落落来细粒石头陷着车顶，工务局接到通报过去稽查。本案稽查后确实是就是违反建筑法第63条的规定。施工场所应有维护安全以及防范危险的适当设备以及措施。工务局表示讲，建案工地是当在做装修工程，才有一寡物件落落来，会照建筑法发生造成9万，而且下令停工改善，做全面安全检视，确保工地的安全。根据了解，这个大楼的建案，2023年做污水接管的工程的时阵，嘛捌发生土石落落来，结果造成工人一死一伤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台九线台东市绿色崩坑，早起要晚10点，有一台轿车正向弄到客运。这70岁轿车驾驶是一度无开死，送病院才救倒转来。也若是客运顶头是驾驶甲一个乘客轻伤。15早起，台九线台东市绿色隧道附近的监视器录到这台路南的轿车，向阳偏起对向的车道，将弄上北的这台白色客运车，客运箱袂赴，弄到安全岛一丛树仔才停落来。因为弄甲真大力，轿车车头全毁，驾驶捌当场无喘气、心跳。客运车的头前挡风玻璃全部碎去。客运车顶当时敢若3个乘客甲驾驶拢总4个人，其中一个女乘客去弄到头甲手拢受伤，客运车的驾驶原来受伤。擦撞到边边，然后就逆向过来跟我对撞。这大声碰出来就安尼啊！
这件车祸拢总3个人送医，当伤70岁轿车驾驶抢救了后，又搁有喘气、心跳，转送到病房。客运业者表示，目前这条路线的营运调度未受影响，若是理赔甲车祸责任，会依照警方调查结果再来做后续的处理。自小客车沿槟榔路绿色隧道路段快车道北向南行驶，与对向高南驾驶营业大客车发生碰撞。初判表出来之后，我们比较确定之后再来谈后续的赔偿问题。但我们现在会先针对这个伤者跟驾驶的部分，我们会先安抚跟处理。事故现场的绿色隧道是2线道，双方的肇事责任爱搁调查。警方呼吁驾驶人开车上路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我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伙来看。头起先来看前行政院的发言人达总监，伫咧10多年前做台南市府官员的时阵，哪像受接受酒店业者的性招待，去年8月去互依照贪污治罪条例来起诉。今日下晡，台南地方法院1审宣判是判陈总监无罪。接落来看教育部公布114项年度的学习费，起的幅度上最是会当起0.7%，学校若是有想要起，会当申请。平均一学期，在公立大学是会当起179块，私立的会当起347块。上尾来看高雄林园的市区有一座蒋介石的铜像，最近国有财产署是按照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发文给公所准备要拆掉。不过当地议员是指出，这铜像较早是为着镇煞才设伫咧遮，认为讲是应该爱尊重地方的文化历史，唔通拆。不过市长陈其迈是讲会尊重法律，法律按照规定，地方就安全配合。接落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东，当地14行程行到卡达，这卡达的国王是亲心接机，佮安排6道列队欢迎。也若是卡达的国营航空公司，是同意甲美国的波音落订单买210架飞机，金额达到台票2兆9000亿。美国总统川普行出专机，空军1号向接机人员拍招呼，就行入飞行机，看到卡达国王塔米姆就徛伫下面，亲身迎接川普。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访问行程，伫当地14来到第2站卡达，伫去卡达王宫的一路，有大批6道骑士排做一排来地调的。伫卡达军歌演奏美国国歌了后，川普甲塔米姆进入王宫的接待大厅，双方开始会谈投资甲合作议题。伫会谈的时，川普先欧罗王宫的比景，了嘛感谢卡达协助美国甲伊朗进行合作协议。You're also working with us very closely with respect to negotiating a deal with Iran, which is the far friendlier course that you would see. I hope the Iranian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what you're doing and really what you're doing for them is a big favor. Your prime minister and your great leader.Right here on my left has been helping so much. 伫会谈内底，双方讲到贸易合作，卡达的国营航空公司当期向美国波音公司采买包括130架787免款客机、30架777X 飞行机，还有另外50架跨体飞行机，拢总210架飞行机。订单的总额是达到960亿的美金，等于是台票2兆9000亿。和川普欧陆这是波音历史上上大的飞行机订单。只是川普进前要收卡达送的价达4亿美金的喷射客机，嘛引起争议。卡达总理跟前外交部长的穆罕默德是澄清，这是政府国防部之间的交易，甲个人无关系，那是违法当然会撤回。另外，在川普出席晚宴的时阵，塔米姆是提出要求，毋望美国施压停止以加冲突。Qatar brings the channels, the access, and the credi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brings power, leverage, and global weight. If we act together, we have a real shot at ending the bloodshed and restoring regional confidence. 双方嘛伫国防、能源甲科技领域确定讲好数十亿美金的协议。美国白宫表示，川普访问卡达期间讲好超过2430亿美金的经济协议。我是新闻台朋友。罗西亚乌克兰要朝停战，罗西亚总统普京是提议讲，伫咧土耳其会谈。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已经答应，人嘛已经到土耳其啊。不过伊是强调讲，若是要朝，伊就要亲身甲普京本人朝。不过，这阵罗西亚官方是已经正式宣布讲，普京未去亲身参加会谈。顶日啦，讲愿意去见证的美国总统川普，这阵嘛讲无要去啊。看来这场停战的协议，恐惊是无啥可能会有结果。
原来是顶日放条讲，若是罗西亚唔停火，就要提出新制裁后明，14确实是通过新一轮的制裁内容。计共是有200只罗西亚邮轮，30间贸易公司受到限制。克里姆林宫就是正式宣布，总统普廷未出席伊斯坦堡的和平会谈。该派遣捌伫2022年参与土耳其罗欧谈判的总统顾问梅丁斯基加副国防部长福明带团参加。和外界当作主谈判代表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乌萨科夫拢无伫出席名单内。梅丁斯基伊的带头代表团嘛，互人讲战绩无悬。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легация прибыла в Стамбул и готова к серьезной работе. 本来表明，若是普廷出席，伊就愿意出席的美国总统川普，15日卡达首都多哈甲企业领袖的圆桌会议，互记者问到普廷未去土耳其的代志，川普的回答是：既然我无要去，伊当然袂去。No, I didn't anticipate. I actually said, why would he go if I'm not going? Because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到土耳其的安卡拉，下甲透过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泽连斯基要去进前，就捌讲，普廷亲身出席的情况下，伊才会出席和平会谈。另外一方面，就伫土耳其会谈正常进前，乌克兰东北部加罗西亚库斯克县隔界的苏梅市起予飞弹攻击，传出造成3个人死亡。进前向罗西亚提出30天无条件停战，若无就扩大制裁后明，14日通过对罗西亚的第17轮制裁，有200多只罗西亚邮轮、30间军民两用的贸易公司去予人限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5月13又搁去蹦加沙，上无是有84个人死亡。以色列的军方讲，因这边空袭的目标是哈马斯现任的领袖穆罕默德。这以军搁对加沙发布大范围的撤离命令，这内底是包含几间病院甲学校。被外口的监视器看到飞弹对天顶射来，爆炸了规个拢土粉，还有看到红色的火光，真侪人走袂赴。伫加沙南部甘尤尼斯的欧洲病院，13遭受以色列空袭；一那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14同款遭受空袭，受创正严重。加沙卫生部门讲，包括儿童在内，至少造成84个人死亡。ما شفنا هبو نار قوي كش وطب انه يقع الردم علينا الحجار فطلعنا بعد ما راحت الخطيطه طلعنا نتفرج لقيت ما يقارب 4-5 دور وقعات والناس كلهم جثث مرميين ورا في 病院内面一直听到家属悲伤的哭声。贝特拉西的一间病院，巷路顶头拢是被捕砍掉的尸体，有做老爸正唔甘望到8个月大幼婴，只是囡仔已经变做平等的尸体。这场这份以色列对加沙上大一遍空袭，以色列军方讲，因的目标是藏伫咧边地下指挥控制中心内面哈马斯的现任领袖穆罕默德，就以接替已经过身的生活领导权的第1号人物，怎么生死不明。倒伫咧病床顶头的病人，互加沙送出病院撤离，因为以色列对加沙居民下达以哈冲突以来上全面的撤离命令。以军要求民众伫咧密集空袭进前，为着家己的安全撤离，还佫特别点名伊斯兰大厦、司法病院，还佫3间学校在内几多栋建筑物。以色列对加沙18个月来的攻击，已经造成要甲53000人死亡。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这热浪就也要到美国德州的奥斯汀，已经冲到37度未续航路。因那印度的热浪是不时破45度，这就是带大家来看因体凉的步数。美国南部德州热映来啊，14日奥斯汀是测到华氏99度，等于是摄氏37.2度的高温，创当地同一个日期上悬的纪录。这个关系伫户外在走运动的居民，是热甲烫发体，讲伊真正挡袂掉啊。Yeah, It's a little early for it. You know, we usually get these temperatures in June, July, and August, not in May. 天气真正伤热，真侪民众拢提早来到这个冷泉游泳池跳水受水伫遮耍，但是嘛有人拍算要去搁较凉的所在。I'm just ready to get out of Texas. The heat is not for me. Somewhere to lay down and cool.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资料，德州中南部地区伫5月的上悬温纪录是华氏的102度，差不多摄氏39度，这是1998年的时阵创的。
镜头搁转去南亚，若是含印度西北部的大城阿莫达巴德来比，奥斯汀的热真正是无够看。阿莫达巴德热天的高温会当来到摄氏45度。第2010年的热映造成1300个人无命了后，当地政府推出抗热的计划，讲车电加装超速查理，搁喷水雾，民众真满意。 नहीं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हमें यहाँ पर बैठने से ठंडक लग रही है पहले बैठते तो गर्मी बहुत लगती थी मगज में गर्मी चढ़ जाती थी अब इतना तो शांति है पहले जो इधर कुछ व्यवस्था नहीं थी तो बहुत दुख पड़ती थी पसीना हो जाता पर अभी जो ये किया है वो बहुत अच्छा है और ठंडक मिलती है क्या और हमारे जैसे उम्र वाले लोगों को बहुत अच्छा रहता है 另外，针对低收入社区无冷气通吹的居民，有关当局嘛替因的铁皮厝顶绿白色的反光漆，互因会当保持室内是凉的。有民众讲，这互因的暗时总算会当好困眠。但是专家警告讲，气候的变迁和极端天气愈严重，对美国德州到印度西北的热映拢是暖化的结果。若要彻底来解决问题，就必须要对抗暖化来开始做。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进出美国纽约的第2大机场纽华克机场，最近是在状况问题一大堆，航班不时咧延迟取消。主管单位表示，欠人力设备旧是上较主要的原因。纽约第2大纽华克机场，昨个因为天气无好，地面停飞1点钟，马上造成230个航班慢分，100班直接取消，真侪旅客留伫机场苦苦咧等。We were booked for 4 o'clock.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it was delayed till 5:30, and then 6:30, and now it says 8:30.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and we definitely will not be doing this again. 虽然昨个问题有天气因素，不过纽华克机场的混乱已经几个礼拜。在过去2礼拜半以来，发生3摆断线，造成塔台无法度用雷达看到飞机，也无法度甲对方沟通，大量航班慢分加速平常。当局表示，欠人就是原因之一。纽华克机场计划要请38个飞航管制员，目前却只有22个合格人员，互班表安排真困难。亲像杂志原本应该至少有14人伫塔台工作，实际却只有3人到班，员工透露有时甚至只有1、2人。专家表示，这问题已经存在真侪年，严重影响美国航空业，也是这几个月一直有事故的因素之一。Essentially, what's happened is that every time there's a government shutdown, the FAA cannot hire or train new controllers, but yet you have controllers who continue to retire because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is 55 years old. So when you have people leaving, you can't hire new people to plan replacement for them. 另外一个原因是通讯设备老旧，在其中1摆断线的时阵，对台电线发生故障，备用电线无法度马上发挥作用。另外，纽华克机场的3条跑道当中有1条因为维修关系，工程按2个月才结束，这个原因拢影响机场顺利运作。机场方面已经甲政府当局、甲各大航空公司协调，短期的方式是减少航班，互机场伫资源有限的情形下，有望维持运作。不过长期来讲，人力甲设备依然是爱解决。公司新闻由派存编辑。美国关税影响全世界经济，25年来了钱了上凄惨的日产汽车是要裁掉2万人。英国的名牌 Burberry 嘛要裁掉1/5的职位，大约是1700人。若是美国的科技公司微软是要裁6000人，不过微软是表示讲，因是因为发展 AI 调整组织，甲收益无关系。战争甲放大整片破局，和人民经营危机的尼桑拜二公布2024年财报，净亏损6708亿日票，差不多大票1400亿。为了生存，尼桑宣布扩大裁员规模，未来3年内要缩减2万人，差不多占全球员工的15%。同时，关于7间工厂，年产能嘛为去年的350万台大幅度下减到250万台。除了内部经营不善，尼桑嘛坦白讲，川普的关税政策会让目前的困境更较凄惨。目前估计债务冲击达到4500亿日票，今年第2季恐惊也是出现2000亿日票的营运亏损。We have a mountain to climb from the losses we are announcing today. As our path forward, the Nissan Recovery Plan is an action-based,
grounded in reality and driven plan by determined actions. 那汽车业面临寒冬，车体片市场今年嘛有较差。英国品牌 Burberry 上新的财报虽然比预测的有较好，不过去年营收年减17%，包括亚太加美洲市场的销售拢有较衰退。Burberry 因为安尼宣布，要在2027年前裁员1700人，差不多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0%。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这间公司也要改变市场的策略，会重新注重经典的防疫加卫生产品。另外一方面，最近投入真侪资金建设 AI 资料中心的微软，也传出全球要裁员6000人。不过微软是讲，裁员主要是要进行组织调整，减少中介管理层级，以节省人力成本，甲绩效无关系。虽上微软演过连续4季收益拢超出华尔街预测，估计伫财报增强的加持，挖进历史的观点。不过也是决定因应企业发展缩减人力。根据到去年6月的数据，微软伫全球拢总有22.8万的员工，其中5%拢伫美国。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再会。